来过来，这件是这几天真争议的事件。艺人欧阳娜娜甲张韶涵要伫中国的国庆晚会来献唱《我的祖国》。行政院长陆委会甲文化部拢出面来表态，讲若违反着两岸条例相关的规定，将要依法来处罚。欧阳娜娜伫 IG 来发文章，讲伊的生活过甲真美好，哪就一点仔拢无受到影响。另外，有一个阿美族的青年，伫海峡论坛大声来话讲，我是骄傲的中国人。原民会嘛来提醒，千万唔通将这中国统战台湾的根本。我来自台湾的部落，我是骄傲的中国人。登上中国海峡论坛，自称是台湾青年代表阿美族青年杨品华，郑州业官话讲伊是骄傲的中国人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理想永远都年轻。台湾的网友讲，左邻会甲你电视原民会发新闻稿强调讲，原住民族毋是炎黄子孙，嘛是中华民族，绝对毋是同文同源，毋通沦为统战的样板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看甲袂做咧。是他没有资格，也没有理由代表整个族群。台湾拥有自己骄傲的文化，不需要去沦为一个中国底下的一个分支。讲话引起争议的要艺人欧阳娜娜，一起演唱《我的祖国》，所以还挺开心的。欧阳娜娜甲张韶涵拍算伫中国11国庆特别节目要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若是予陆委会认定违反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，牵涉到政治性内容的合作行为，相当会使罚新台票50万块。面对真个网友伫骂讲巴结中共，欧阳娜娜继续坐船出去佚佗，伫 IG po 5张相片，用英文写讲，鼻一个大海气味，感受生活的美好，好像就无受到影响。但伊变刷转来台湾了后，恐惊就要面对一连串的风暴。当下感受。